唉，好悶啊！每日生活都係做重重複複嘅嘢。仲有啊，每次同孫仔孫女飲茶，佢哋都嫌我老土，唔同我講嘢。我嘅生活樂趣啊，跌到零啦！唔想做樂齡人士，又想跟上年輕人嘅步伐，一齊學用 IG 啦！Instagram 又簡稱 IG， 你可以記錄你嘅生活日常同其他人分享，又可以睇下其他人嘅，互相交流下。聽落幾有趣咁喎，究竟係點用㗎？首先安裝 IG， 去應用程式商店下載就可以㗎啦。有幾個登入方法喎，我應該用邊個啊？一般長者都有電話號碼，所以用呢個方法係最方便㗎。登入完就會嚟到一個屋仔嘅地方，用手指向上滑動就可以睇到唔同信息。平時得閒都可以過嚟睇下。撳入最底下橫線第4個圖案就可以睇短片，向上滑動就可以睇唔同短片。係喎，我哋啱啱拉完筋，不如出個 story 啊！好啊，我哋仲可以順便教埋佢分享限時動態呢個功能添。首先撳上方自己頭像旁邊嘅加號，揀返你想分享嘅相片，撳落上邊由左數起第3個圓形就可以寫字。完成之後就可以撳左下角橢圓形你的限時動態嘅掣，分享俾其他人。見到自己嘅頭像有個圓形圍住，即係已經完成㗎啦。咁我點樣可以睇返之前分享嘅嘢啊？只要撳落下方最右邊嘅掣，再撳右上角3字嘅符號，再撳時鐘圖案，就可以睇返之前分享嘅嘢㗎啦。咦？點解右上方呢度有個紅色點嘅？咩嚟㗎？係我加你好友啊！撳去右上方嘅心形圖案，就可以撳藍色追蹤對方掣，加返我好友。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對方分享嘅嘢啦。如果你想加好友，就撳落去放大鏡嘅圖案，撳上面嘅長方形，再輸入人哋個 IG 名，再撳入去就可以撳藍色追蹤掣，加人哋好友，見到個掣變成追蹤中就完成啦。